歡迎大家來臨我哋公開嘅部分開會。我哋今日咧歡迎 DMS 呂錦豪先生、Stephen Yu 先生，同埋一眾 CAPL 嘅同事參與我哋今日嘅會議。我哋嘅會議呢，有一眾嘅 IPCC 同事，我特別要講，我哋有3位同事呢係已經嗰個完成咗6年嘅任務。佢哋3位呢係易志明副主席、李文斌先生同埋羅孔君女士，呢3位呢完成咗6年嘅任命呢，我哋在此記錄，多謝佢哋為 IPCC 為香港嘅服務。咁另外呢，我哋有3位，我哋係歡迎佢加盟咗 IPCC 嘅。一位呢就係我哋副主席邵家輝先生，有2位委員，一個係莊創業先生，一位呢係龐董貞儀女士。今日嘅會議呢，有幾位委員呢係因事未能出席嘅，一個係阮家興醫生，一位呢係 Jimmy Wong 醫生，仲有一位呢係 Stanley Yim 先生，3位因事未能出席。咁而家我哋呢係會議第一項目呢，就係通過上次嘅會議記錄。秘書處並未有收到任何改動嘅建議。咁如果冇改動嘅建議，我哋通過啦，好嗎？ Thank you very much。第2項議程呢，就係講一個 presentation。係 Hero Campaign Psychological Wellness Initiatives of HKPF， 中文叫 Hero 真英雄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嘅簡報。我哋請警方嘅同事同我哋做一下簡報。邊一位呢？多謝主席。Thank you。Stephen，thank you。多謝主席，多謝各位。主席、各位委員，警務工作呢，我諗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係充滿咗變化同埋挑戰。我哋嘅同事呢，時刻都係承受住好大嘅壓力，因此呢，警察心理服務課呢，一直都係為咗我哋嘅警務人員呢，提供優良同埋專業嘅心理服務，以確保呢同事係具備足夠嘅心理韌力啦，去應付我哋日常警務工作所帶嚟嘅巨大嘅挑戰。投訴警察課呢，係本住預防投訴同埋力求改善服務質素為目標啦，同埋警察心理服務課呢，係保持合作。務求咧係透過加強情緒管理呢個範疇，同埋再加強咗我哋個溝通技巧，提升同事嘅抗壓能力，同埋減少咗同市民一啲不必要嘅衝突。喺2024年嘅2月呢，投訴警察課係製作咗一輯有關前線軍裝警務人員處理對抗性場面嘅影片。至今呢，喺警隊入邊嘅內聯網呢，已經有超過23,000個觀看次數。由2023年開始呢，亦都不時安排咗我哋嘅投訴警察課人員參加由警察心理服務課舉辦嘅有關嘅一啲嘅工作坊。為咗令各位對於警隊就支援同事心理健康嘅工作有更深更多嘅了解呢，我哋今日邀請咗我哋香港警察心理服務課主管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麥永芬 Ingrid 向大家講解一個名為 Hero真英雄心理健康推廣計劃。多謝主席。好啊 ，thank you。Ingrid， 我哋聽你介紹下好嗎 ？Thank you。主席大家好，各位委員大家好。咁我係嚟自警察心理服務課嘅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麥永芬，好開心啦，可以今日喺度為大家各位咧介紹一下心理服務課近年為加強警務人員心理韌力而設計嘅 Hero 真英雄心理健康推廣計劃。我哋相信咧，警務人員嘅如果可以有良好嘅心理健康咧，係可以有機會減少一啲同情緒壓力有關嘅，例如態度欠佳嘅投訴。咁首先容讓我介紹一下我哋心理服務課嘅背景啊。咁心理服務課咧 PSG 咧係喺1983年成立嘅，咁至今咧已經有超過40年嘅歷史。而家咧我哋總共有12位臨床心理學家，我哋主要嘅工作咧就係為我哋警務人員同事啦提供專業嘅個人心理輔導服務，幫助佢哋處理嚟自工作啦、個人情緒或者家庭等嘅壓力問題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為人員咧提供一啲壓力管理嘅訓練。喺警隊內咧推行一啲心理健康教育咧，都係我哋主要嘅工作之一。
近年嚟咧，我哋亦都將工作咧慢慢發展到去機構心理啦同刑事心理嘅範疇。但我哋今日咧最主要就會講下HERO 計劃嘅嘅狀況嘅。咁 HERO 計劃咧其實係由2019年嘅時候開始嘅。咁當陣時嘅社會狀況啦，令到警務人員咧要面對住前所未有嘅挑戰同埋壓力。咁有不少嘅心理學嘅研究咧，其實都指出一個人嘅身心健康同埋抗逆力咧係息息相關，而且係不可分割嘅。當人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如果能夠保持健康嘅體魄，加埋咧正面嘅思維嘅話咧，其實有機會係幫助人咧從壓力中復原過嚟。咁因為以上嘅背景啦，心理服務課就喺當時推出咗心理健康計劃 HERO。我哋重新咧定義究竟乜嘢係真係英雄咧咁樣。咁我哋定義啦，真正嘅英雄咧應該係健康而又有韌力嘅，即係 healthy and resilient officer。咁所有警務人員啦，只要我哋希望咧幫佢哋咧學懂咧照顧自己，保持全人嘅健康，咁先至能夠咧肩負起各種嘅挑戰，守護香港市民，成為健康啦又有韌力嘅真英雄。咁我哋希望通過 HERO 計劃嘅不同嘅活動，去照顧我哋嘅人員身心社靈4個方面嘅需要，讓警務人員啦學懂我哋講話嘅，仲學懂照顧自己身心，培養佢哋嘅抗逆思維，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揾到咧支持佢哋繼續作為警務人員嘅信念，最終咧能夠活出有意義嘅人生。HERO 計劃咧，其實係建基於我哋講嘅生活方式醫學嘅基礎上邊嘅，係通過咧建立一啲良好嘅生活習慣啦，例如係健康嘅飲食啊、優質嘅睡眠、適量嘅運動、做好壓力管理、良好人際關係等等咧，嚟改善佢哋嘅身心健康。點解我哋會採用呢個方式咧？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嘅。第一樣原因咧，佢係有一個加成嘅效果。不同嘅生活元素咧加埋一齊，其實可以互相加成。例如咧，一個人可以恆常運動嘅話咧，其實有助佢咧管理壓力啦，同埋咧令佢睡眠都可能有所改善。人與人之間嘅互相加成，咁例如咧警隊同事啦，佢哋可以收工之後約埋一齊做運動，互相咧有一啲正面嘅影響。第二樣咧就係呢個改善身心健康嘅模式咧，同傳統嘅醫藥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良好嘅生活習慣咧，其實就係一啲良藥。佢哋咧亦都可以由我哋自己同事啦，喺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執行，可以減少咧一般人咧對心理健康問題嘅一啲我哋講嘅 stigma 啦、污名化嘅擔心。最後呢個 approach 咧，亦都係同我哋警隊嘅政策咧不謀而合嘅。其實咧，警隊早喺1996年嘅時候咧，已經提出咗健康生活模式呢個理念。喺警隊發展咗唔同嘅體藝術會啦，亦都喺警署嗰度咧設立咗一啲健身室。喺呢啲背景配套底下咧，其實警隊咧係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向同事咧去推廣生活方式醫學嚟促進身心健康嘅理念嘅。HERO 計劃咧，其實係一項多模式嘅生活方式介入。我哋通過唔同主題嘅活動啦，去推廣健康飲食啊、運動嘅益處，同埋啲睡眠科學嘅知識。咁我哋亦都嘗試過啦，設計一啲創意嘅海報，好似喺右手邊嗰張海報啦，就係推動咧一啲健康文化。呢張海報咧就講咧關於 No-Low Culture， 即係一啲無酒精、低酒精嘅健康文化。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更加同2位嘅同事啦喺學術期刊 Behavioral Science and the Law 嗰度咧發表過一啲研究文章嘅。我哋咧以正向心理學啦、營養啦、睡眠啦、運動啦同埋靜觀5種生活方式，設計咗一個6週嘅工作坊。咁我哋咧發現咧有實證咧去支持，原來咧參加呢啲工作坊嘅同事咧係有效能夠提升佢哋嘅心理健康嘅。一路發展落嚟啦，去到去年嘅時候咧，我哋咧更加同香港大學社工系嘅吳兆文教授咧設計咗一個中醫情志養心、心體健康線上工作坊。咁我哋以咧中醫理論裏邊對鬱症嘅理解，讓參加者咧認識到咧其實身心相連。情緒調節如果出現咗問題嘅話咧，例如警務同事好多時咧都有機會經常工作嘅時候要壓抑自己嘅情緒啊，其實咧係有機會引致一啲身心不適嘅。
而當人能夠咧從身體啦、情緒啦、思想3方面去着手調節自己嘅話咧，其實係有機會揾翻自己嘅身心平衡，做到我哋講嘅身心健康。為咗讓同事咧有更多同事可以參加呢類型嘅活動啦，我哋更加利用咗 WhatsApp 一啲嘅社群嘅功能，去發放呢啲心理健康嘅資訊咧俾有興趣嘅同事。咁佢哋咧可以用自己嘅時間咧去學習照顧自己身心嘅技巧。咁參加活動嘅同事咧，其實佢哋係會喺6週之內咧，每星期咧5日收到相關嘅即係課程嘅內容嘅。例如透過練習一啲八段錦啊、穴位按摩啊，嚟由身體出發去化解一啲鬱症帶嚟咧對身體嘅身心嘅不適。亦都可以學習咧運用不同嘅放鬆技巧，例如我哋會教佢一啲叫做盒子呼吸法啦。呢個呼吸法咧，其實就係想像呼吸好似一個盒咁4角咁樣進行嘅。佢哋可以吸氣4秒，閉氣4秒，呼氣用4秒，再閉氣4秒，去慢慢咁樣揾翻咧自己一個呼吸嘅節奏，放鬆自己嘅情緒。以及咧，我哋亦都介紹咗一啲照顧自我照顧嘅方法啦，例如培養佢哋一啲靜觀嘅態度，用五感，即係眼啦、視覺啦、嗅覺啦，佢哋嘅味覺、佢哋嘅即係觸感啊，呢啲去品嚐花茶，讓佢哋咧可以能夠咧翻嚟當下，去思考一下點樣照顧自己同埋自己嘅需要。喺2月份嘅時候咧，今年嘅2月份，我哋已經完成咗分析其中一組嘅參加者嘅數據啦。咁結果咧都好鼓舞嘅。我哋發現咧，完成咗6週自學課程嘅參加者咧，佢哋嘅抑鬱啦同埋壓力嘅水平咧都有顯著嘅改善。咁除咗呢啲照顧身心嘅照顧嘅項目之外啦，其實良好嘅睡眠咧，亦都係我哋講生活方式醫學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咁警務人員佢哋需要輪班啦，加上工作壓力大，咁睡眠嘅質素咧往往會受到影響嘅。醫學嘅研究啦，亦都指出，如果長期睡眠不足嘅話，或者睡眠質素唔夠好嘅話咧，其實對身心咧亦都會造成不同程度嘅影響。所以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心理組咧就成立咗睡眠中心 Scope。咁中心咧其實嘅目的咧係為咗咧提高警務人員咧對睡眠科學嘅認識嘅，嚟改善人員嘅睡眠質素啦，提升佢哋嘅心理韌力。通過睡眠科學嘅教育咧嘅宣傳啦，咁同時咧可以知道點樣可以幫自己喺輪班工作嘅時候咧瞓得好一啲。例如喺夜間嘅時候，佢哋可以學下，其實咖啡係可以喺上半更嘅時候飲㗎。咁朝頭早收工嘅時候咧，佢哋可以考慮戴翻一個太陽眼鏡，等咧自己咧唔會被太陽咧喚醒咗自己嘅生理時鐘，翻到去嘅時候咧會瞓得好一啲。同埋我哋亦都會教佢哋咧點樣可以喺翻夜間嘅時候咧，可以採取一個分段睡眠嘅方式去幫自己。咁 PSG 咧亦都製作咗一個好有趣嘅動畫短片啦，就叫做睡眠時空 NFT。我哋以一個輕鬆嘅手法咧，去引領同事咧了解人體嘅大腦其實喺睡眠期間咧做緊啲咩工作嘅，讓佢哋咧認識到其實充足睡眠咧其實係對身體健康嘅重要性。呢套動畫咧曾經喺2023年嘅時候嘅 Cresta Awards 咧喺企業宣傳活動組別底下咧得到個銅獎嘅。咁 PSG 咧，亦都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曾經對咧471名嘅警務人員咧進行過一個生活方式嘅調查。喺嗰陣時咧，我哋發現咧大概有8% 嘅同事咧係有一啲睡眠窒息嘅症狀嘅。咁所以咧，我哋睡眠中心另一個好重要嘅睡眠健康活動咧，就喺2023年嘅時候咧推出咗阻塞性睡眠阻塞睡眠窒息症嘅篩查嘅計劃嘅，就會係咁呢個計劃咧，係希望提升咧警務人員對睡眠窒息症嘅認識啦，同埋關注，協助咧有高風險嘅同事咧，可能盡早可以揾到專業嘅治療嚟改善佢哋睡眠嘅習慣啦，促進佢哋嘅身體健康。呢個篩查計劃咧，我哋選用咗一款咧家用式嘅醫療裝置，幫佢哋去監測睡眠相關嘅健康指數啦，亦都協助睡眠窒息症嘅作出篩查同埋診斷嘅。同事嘅反應咧非常之熱烈啦，計劃咧推出咗冇幾多日咧就已經滿額啦。
咁去到2024年咧，我哋更加推出咗第2次嘅篩查計劃咧，反應都同樣熱烈嘅。咁喺2023年嘅篩查計劃當中啦，我哋總共有206位同事參加咗。咁評估嘅結果顯示咧，有30% 嘅參加者咧，其實係有機會患上不同程度嘅睡眠窒息症嘅。我哋將評估嘅結果啦，亦都寫成報告，鼓勵同事咧將佢轉交俾公立醫院啦，或者佢嘅私家醫生，讓咧醫生可以咧及早幫佢哋轉介到專科嘅診所有所跟進嘅。咁2024年咧，我哋一共有385名同事咧參加咗呢個計劃，而評估計劃咧仍然係喺進行當中嘅。咁有趣嘅嘢咧，我哋發現到就係當中有啲參加者咧，其實佢睡眠窒息嘅狀況咧，其實並唔嚴重嘅。但係經過咧我哋評估會面之後咧，發現咧佢哋其實咧當中有啲人咧，或者咧會有其他睡眠或者係情緒問題嘅。因為咁樣咧，佢哋咧就會繼續咧接受緊我哋而家嘅輔導服務。可以咧見到啦，呢個計劃啦，其實令我哋咧有機會接觸到情緒有困擾嘅同事啦，令到佢哋咧及早可以鼓勵佢哋求助嘅。咁為咗能夠讓更多嘅人員咧能夠咧接收到我哋嘅心理健康資訊啦，心理組咧更加喺去年嘅11月咧推出咗我哋 PSG 嘅 App 手機 App。佢係一個咧專為警務人員而設計嘅心理健康手機程式嚟嘅。咁希望咧，我哋可以為我哋嘅人員提供一個個人化啦，隨時隨地都可以照顧到自己身心健康嘅平台，嚟提升佢哋嘅抗逆力。同時咧，而家咧除咗可以咧響自己嘅手機嗰度去下載呢個程式啦，呢個程式咧亦已經登錄咗喺我哋嘅警隊智能手機嗰度㗎啦。咁我哋希望佢哋更加容易咧可以獲得心理服務嘅資訊，例如佢哋可以通過呢個手機程式做一啲簡單嘅壓力啊、情緒嘅評估、求助嘅途徑資料咧都可以嘅手機嗰度得到㗎啦。我哋嘅手機程式啦，更特別為咗針對警務人員嘅工作特性咧，而製作咗一系列嘅心理健康資訊，例如警務工作壓力啦、危急事件壓力嘅處理等等，呢啲咧都係可以而家一次過喺手機程式嗰度咧，一次過咧可以閲覽得到㗎啦。咁要建立心理韌力啦，除咗照顧好佢哋嘅身心健康，良好嘅人際關係咧，亦都係另一個重要嘅支柱。警隊自2005年開始咧，就成立咗心靈團隊。佢哋咧係一支喺警隊內部咧推動健康生活文化同埋關懷文化嘅義工團隊。團隊咧而家總共有111位嘅心靈大使，佢哋都用緊自己寶貴嘅時間啦，去為同僚咧提供一啲朋輩支援嘅。佢哋通過熱線嘅服務啦，到訪警察學院，為在職啦同埋受訓中嘅同事咧給予支持同埋關懷，亦都分享一啲正向嘅思維。咁警察係一個團隊性嘅工作啦。咁除咗個人嘅心理韌力咧，其實團隊嘅韌性咧，人與人之間嘅默契同互信咧，亦都係同樣重要嘅。咁 Hero 計劃咧喺2023至24年之間咧，就以團隊韌性 Team Resilience 咧作為我哋嘅推廣主題嘅。咁我哋推出咗一系列嘅活動啦。咁而家大家見到呢一張 poster 咧，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叫做共畫慈雲嘅 project。咁我哋邀請咗警隊嘅同事啦，一人一句去分享佢哋心目中好團隊嘅要素。咁結果咧，我哋咧就集合咗超過1123位同事嘅答案啦，嚟創造咗呢幅咧慈雲嘅 poster。咁喺警隊內部咧，去宣傳團隊韌性嘅好處啦，同埋重要性。咁我哋更加聯同咧心靈團隊嘅義工，舉辦咗30個團隊韌性嘅工作坊，有超過咧1200位嘅同事咧嚟自不同單位嚟參加過我哋呢個工作坊。咁工作坊通過咧一啲有趣嘅 team building 嘅活動啦，去帶出4個團隊韌性嘅重要元素，分別就係彼此信任、互相欣賞、緊密聯繫，仲有就係隊員之間嘅了解認識。咁90%嘅參加者咧都認同意咧工作坊咧能夠幫助佢哋咧提升團隊韌性嘅。
咁總體嚟講啦，我哋咧發現咧，其實大部分嘅同事都好享受呢次培訓啦，而培訓咧亦都達到咗我哋嘅目標嘅。例如可以成功咁樣增加佢哋對隊員之間嘅認識啦，加強咗信任同埋了解，同埋咧佢哋更加明白咧互信嘅重要性。咁 Hero 計劃自2019年開始啦，咁已經過咗5個年頭啦。咁我哋咧亦都隨住其實社會環境嘅轉變咧，去設計我哋心理健康推廣嘅主題。所以踏入2025年咧，我哋咧應該叫做 Hero 2.0嘅時代啦。咁我哋咧嚟緊呢一年嘅時候咧，會推出一個叫做文化深度行 ACE 嘅工作坊。咁 ACE 代表3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 A 咧就係代表 awareness。咁我哋希望咧同事能夠覺察到其實警務文化點樣影響緊自己。其實一啲警務文化，例如警務人員好多時都要做一個硬漢子啦，工作嘅時間咧往往要收起自己嘅情緒。咁凡事咧都一定要做到嘅 can do 精神，呢啲嘅警務文化咧，其實咧可以令到我哋警隊好有效率。但係咧，亦都會喺不知不覺嘅時間咧，影響緊佢哋自己個人嘅情緒嘅喎。咁或多或少亦都影響到同身邊嘅人嘅關係。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哋有呢個察覺啦，而進而咧就可以做一個好嘅選擇，即係 C 佢哋嘅 choice 啦。我哋希望佢哋能夠選擇以適合自己又有持續效益嘅方式咧，去調節情緒同埋舒緩壓力嘅。咁最後希望做到 E 就係 everyone can make a difference。咁若果咧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出發作出一啲小改變嘅話咧，我哋相信咧健康嘅文化咧亦都可以自然逐步咁樣形成。咁我哋嘅工作坊咧會以你冇事，你而家睇緊呢個卡通人物啦嘅故事作開始。咁今日咧就等大家咧可以睇少少關於你冇事嘅故事嘅。我係 Warrior Lee， 中文名叫李冇事。係我阿爸李德勝個仔，我係一個警察，我曾經英雄救美，又試過搗破販毒集團，仲親手捉過驚天大賊王。當然啦，亦都有拯救過我哋嘅未來主人翁。經過多年嘅努力，我終於由 PC 升上沙展。我哋今日嘅目標係賊王貴里王。行動代號鷹眼。Yes sir。李志光呢？冇事哥，李志光佢請咗病假。請病假？尋日喺 Facebook 仲見佢好地地㗎。你哋睇下，尋晚仲出去玩，今日病咗，玩嘢就話。冇事哥，李志光就係因為食咗魚生，搞到腸胃炎，所以又屙又嘔咯。總之，你哋兩個醒醒定定，唔好又玩嘢，個個都請病假，邊個做嘢啊？哦，知道。我哋而家開始行動。Yes sir。你冇事，你呢段時間會調去交通部，俾心機啊。Yes sir。我唔可以請病假㗎，我仲要升級㗎，唔可以俾阿 Sir 以為我玩嘢㗎，痛都要頂住。你冇事，你唔係放緊病假嘅咩？阿 Sir， 我唔會玩嘢亂請病假，我得㗎。你傷成咁都仲做到嘢啊？信我啊，我真係得㗎，我而家即刻出動。你冇事，你冇事啊嘛？我冇事，皮外傷啫。阿 Sir， 冇事哥平時打不死，佢話冇事，我信佢真係冇事嘅。係啊 ，Sir， 我仲做得㗎，我自己嘅身體我自己最清楚，放心啊。得啦，你暫時唔好出動，我會安排工作俾你。Thank you, Sir。
好啦，咁李武士究竟佢嘅故事發展落去會係點呢？咁其實咧就要靠我哋一齊參加呢個工作坊嘅同事咧去編寫佢嘅結局。咁我哋希望咧通過呢次工作坊嘅話咧，同事能夠學到除咗我哋一啲好好嘅 can do 精神之餘咧，亦都學識照顧自己嘅情緒啦，一齊建立一個健康嘅即係警隊文化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嚟緊今年嘅重點工作嚟嘅。咁今日我對Hero 計劃介紹咧就去到呢度啦，咁就多謝大家。好啊，thank you Ingrid 同我哋嘅介紹，好精彩。我哋副主席陳振英先生要去提問。多謝主席。多謝麥主管你咁介紹咗個咁詳細嘅計劃俾我哋聽啦。咁我都係好支持呢啲心理健康嘅課程嘅。不過我有兩個即係建議啫。第一個咧，可能今日啲嘢係比較專業啦，咁所以好多嘅介紹咧就係用英文嘅。咁但係我哋平時喺呢個 open park 咧，通常都有好多公眾喺度聽咧。如果有中文，即係好多張都中英文有㗎。咁但係有幾張咧，我見到純英文嘅。如果有啲中文嘅解釋喺度咧，我相信幫助到公眾人士咧了解更多。特別今日嗰啲係咁專業嘅一啲名詞啦嚇。呢個第一個係一個建議啫。第二樣嘢咧，我想問為咗令到你呢個心理健康計劃更有說服力咧，我唔知警方嗰度會唔會諗咧，就係將參加咗呢個計劃嘅一堆警務人員同一啲冇參加嘅警務人員咁啊做一啲比較，咁睇下佢哋喺一段時間裏邊被投訴嘅個案，因為我哋都係講緊即係投訴警察㗎嘛，被投訴嘅個案有冇一啲分別咧？咁我相信咧，心理健康嘅人應該係少啲俾人投訴嘅，譬如佢嘅即係心理因素高啲啦嚇。咁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能夠令到你呢個計劃咧有說服力啦，亦都可以說服呢個警方高層投入更多嘅資源啦，咁有更多嘅警務人員可以參與啦。咁我唔知有冇一個咁嘅長遠諗法咧？唔該。好 ，thank you。我睇下警方邊個同事回應啊？好，咁首先多謝委員嘅即係建議啦。呢個建議係好好嘅。我哋其實都希望咧，所有我哋做緊嘅嘢都有啲實證支持。咁所以我哋都會翻去咧同即係同事咧即係去商量一下咧，我哋點樣可以做一啲嘅即係增進嘅研究。係。Thank you。DMS。好啊。咁我都係啦。咁跟進翻阿 Ingrid 嗰個即係講法。咁其實我哋上個星期即係都見過面，其實都討論過即係。係啦，咁喺我哋而家嗰個即係投訴嗰個情況嚟講咧，其實即係都即係冇禮貌嗰個投訴，其實都係即係佔咗我哋其實係咪喺成個即係投訴裏面嗰個即係個數字上都係高企嘅。咁係啦，我上次都解釋過啦，我哋都做其實都做咗好多即係方方面面嗰個預防投訴嗰啲工作。OK， 咁。係啦，咁即係好似今次Ingrid 呢個介紹，其實佢就唔係主要就唔係主力去喺投訴即係預防投訴，不過一定會有嗰個效果出到嚟係嘛？咁頭先講到話佢係我哋19年咁即係嗰陣時嘅黑暴事件，即係我哋全個警隊其實即係我自己都係其中一個參加者，好深刻，即係嗰個工作坊其實係幫我哋去點樣去慢慢去回復翻正常嗰個即係講就好容易，其實真係好似頭先阿副主席話齋，佢哋嘅專業，即係佢幫到我哋成個警隊，即係上下，即係啦，慢慢去點樣去回復翻正常，即係喺個心理上。咁去到今天我哋有 Hero， 有佢首先有個叫睡眠嗰個咁樣嘅工作坊。咁咧我好贊成嘅，即係我呢個頭先好似阿副主席講到，咦，其實喺即係投嗰個，尤其是佢喺個或者冇禮貌嗰方面嗰個投訴裏面，會唔會都可以有啲即係有啲俾我哋可以有個比較？我覺得都值得去睇嘅。咁我想再補充一點就係其實咧，即係呢個佢心理服務課嘅，即係呢個佢哋個而家喺譬如 Hero 呢啲咁樣嘅咁正面咁好嘅信息，其實喺我哋咧大型嘅行動咧，其實咧我哋大型行動嘅訓示嘅期間咧，以前冇嘅。咁咧都係喺大型行動，我都加插咗個環節咧，都會咧邀請咧我哋心理服務課嘅同事咧，喺嗰個大型行動我哋做之前咧，嗰個 briefing 啦嚇，即係嗰個訓示嗰時候咧，係由佢哋再去喺我哋好似就係幫我哋心理上、精神健康都打個強心針咁樣，先至我哋先至再去執行我哋嗰個嘅工作。咁其實啲同事都係好受落，即係好支持心理服務課做嘅工作。咁就住頭先阿副主席提出嗰樣嘢，我哋都係啦，我翻去都即係翻去我同埋阿 Ingrid 傾下究竟我點樣可以
即係比較都同埋即係嗰個效果係會點，或者可以點樣去就住嗰個位再做好啲咧？係，多謝。Thank you。仲有邊一位？Mabel。唔該晒，唔該晒 Ingrid 今日介紹呢一個 program 啦。咁我亦都認同頭先大家講咧，就係話其實係即係亦都係相信啊呢啲工作坊同埋成個 program 咧對即係投訴嗰個情況下，希望都會有改善啦。咁我亦都認同咧頭先Ingrid 頭先介紹嗰一個啦，就係話咧就係由23年嘅3月至到2024年嘅6月之間咧，就舉行咗30個工作坊。咁當中咧就亦應該有大概1281人咧係參與咗呢一個工作坊嘅。咁但係我知道咧警隊嘅人員咧人數咧亦都係即係比較多，超過27,000嚇。左近啦，即係27,000、28,000之間。咁我想了解下，咁當然啦，我估你哋都有個先後嘅，即係有個次序。咁係咪前線人員上咗先啦，定話係點樣？同埋因為如果你咁樣數落去啦，咁如果即係你哋呢個工作坊嗰個即係可以 serve 到嘅人員咧，就都係千零個。咁點樣先至可以覆蓋晒所需要上呢個工作坊嘅人員咧？咁第二就係即係有冇一個計劃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除咗呢啲呢個工作坊，我相信可能會唔會有其他嘅唔同嘅活動，令到即係持續翻呢個效益咧？咁樣唔該。Thank you。Ingrid 回應定邊位同我哋講啊？就 Stephen 啊？好啊 ，Thank you。多謝主席，多謝 Mabel 先，或者我答咗第2條問題先啦。嗱，第2條問題嗰度咧，其實講緊因為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就住我哋都理解到咧，喺剛才頭先 Ingrid 所介紹計劃嗰度，個受眾嘅數字咧會由於嗰個資源嗰度同埋嗰個計劃都係需時去做，咁所以受眾未必話一時間就可以 cover 晒我哋警隊所有。咁所以點解喺我哋警隊入邊咧，我哋都有訓練日呢樣嘢？咁大家可能亦都聽過，等我簡單介紹。其實訓練日咧就係我哋喺1年入邊咧，大約有5次到嘅訓練日。嗱，呢個訓練日咧就係涵蓋晒所有我哋前線警務人員嘅。咁咧就係會有一個時間咧，就係俾佢哋有一個 program， 俾佢哋有一個系統俾佢哋嘅。咁入邊譬如話我講講，譬如話喺過往嚟講，有一啲唔同嘅類型嘅一啲嘅主題嘅，有一啲係關於嗰個心理服務嘅，或者係心靈健康，或者係嗰個情緒管理，或者係溝通技巧都有嘅，係啦。咁啊喺我哋最近嗰次應該係25年嘅2月啦。咁啊係講緊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到理解嗰個少數族裔人士啦，對佢哋嘅理解啦、文化啦、溝通啦，其實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去面對市民，點樣加強我哋嘅服務。我哋唔同嘅市民嗰個 sector 咧，我哋要點樣去到理解佢哋，點同佢哋溝通，係咪？當佢哋要求服務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到幫佢哋手，就係呢樣嘢。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就會涵蓋嗰個警隊嗰個我哋嘅同事嘅數字咧，會係大幅提高嘅。咁呢個係非常非常之有用。喺我哋由90年代後期開始一路去到而家，其實我哋每一次都有唔同嘅主題，亦都同事們嘅反應都係非常非常之正面嘅，係啦。咁當中咧，除咗話我哋就唔係單方面嘅，我哋係雙向嘅。當中亦都係涵蓋一啲嘅有一啲嘅section 咧，係一啲討論啦、小組討論啦，同埋咧俾啲同事可以向我哋反映翻，喂，你哋日常當中有冇啲問題發生啊？有冇啲嘢我哋可以大家去到傾一傾？咁啊，等我哋可以幫你手，有冇啲提議可以俾到你哋啊？咁樣，咁呢個係嚟得幾有用同埋幾有效嘅，呢個係。Thank you。有冇係咪第一樣仲有補充啊？定係唔需要補充啊？嗱，就住第一個嗰個咧，我諗呢個係需要時間，因為始終咧，我哋喺心理服務課，我哋嘅人手咧係非常非常之有限。我諗啊 Ingrid 都好想增加嘅。其實我哋過往嚟講，我哋由單位數字去到而家雙位數字，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咁但係我哋始終係會有一個限制喺度。
咁我哋我哋係會盡力去到希望能夠擴大我哋受眾嗰個範疇，同埋我哋都會睇睇咧係有冇同事係需要尋求協助，咁嗰啲咧我哋就會係希望能夠 cater 到呢啲有馬上需要嘅同事先，係啦。咁我哋會努力去做嘅。多謝。Thank you。或者補充一點啦，為咗去更加廣泛去推廣呢啲心理服務俾前線同事咧，其實較早前就研發咗一個警隊嗰個 Apps 啊，心理服務科嗰個 Apps。咁喺所有嘅前線嘅同事咧手機上邊咧已經可以 download 到嘅。咁涵蓋咗2萬幾個手機上邊咧都可以有呢個 Apps。透過呢個 Apps 咧就可以去睇到呢啲心理服務嘅一啲嘅重點嘅。咁呢個都係一個權宜之計，去廣泛咁樣去推廣呢個服務。Thank you。仲有冇邊位同事想CM？然之後就 Kevin。Thank you。多謝 Ingrid 頭先嘅介紹。頭先一個簡單嘅問題嚟嘅，其實頭先呂 Sir 有提過咧，其實即係投訴嘅分類咧，對於呢一個禮貌啊，或者冇禮貌行為不當嘅投訴嘅數目唔少嘅。我印象中咧，警隊內部嘅指引咧係有一個指引係關於警隊面對市民受到辱罵嘅時候作出嘅反應，好似有啲類似咁嘅指引嘅係嘛？即係已經係現行已經有啦。可唔可以解釋少少呢一方面 ？Thank you。Thank you。邊一位係又係 Stephen 係咪 ？Thank you。多謝委員嘅問題先。CM 頭先你所提及嘅咧，其實我哋喺有啲唔同嘅界別嘅或者係個處理嗰陣時咧，係會有一個系列，譬如話我哋都曾經有提及過，或者我觀察到咧，有部分嘅市民咧，當譬如打電話去我哋999台嗰陣時咧，係辱罵我哋嘅同事。咁就住呢樣嘢咧，因為我哋個999台咧，其實係我哋好非常繁忙嘅，亦都係我哋要唔可以浪費時間去到處理一啲係辱罵我哋嘅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就會有一系列嗰個系統喺度，就係話我哋有一 set 嗰個工作守則喺度。如果我哋第一佢辱罵我哋用粗言穢語，我哋會建議佢跟住然後話俾佢聽，佢再唔停止，我哋就會即係收線啦。係啦，因為嗰個服務係有更加多有緊急需要嘅市民咧，係需要打電話嚟，我哋要應接呢啲 call 嘅，咁我哋就會 cut 咗佢先。呢啲類似嘅行動嘅指引咧，我哋係有嘅，以便咧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地去到服務到一啲真正需要我哋警隊服務嘅人士。希望答到你問題先。Thank you。Kevin。好啊，DMS。咁我都係啦，再想補充多謝CM 委員嗰個提問，其實。亦都好多謝你又記得我哋嗰個行為指引。其實除咗Stephen 頭先講嗰個，就嗰個就電台啦，係嘛？即係有啲人可能打上電台都一樣有啲咁樣嘅情況。不過就係話喺我哋前線警務人員裏面咧，我哋都的確係即係因應呢個就我哋都有個訓練啊。其實已經俾咗佢哋，同埋一個好似一個行動表，佢哋知道就係其實就會係即係第一自己都控制到自己嗰個嘅情緒當下，你唔會佢好嬲怒，你又好嬲怒咁樣。呢個我哋有呢個係第一步先啦嚇，即係你自己都要去平靜。OK， 咁跟住就即係我哋會係啦，一步一步嚟去由解釋俾佢聽個情況，我要攞你身份證或者要攞你車牌或者點樣係個原因，跟住如果佢都淨係繼續嚟，咁我哋會俾警告，一步一步落。咁其實而家全部警務人員都有個 body worn， 即係有個攝錄機喺個制服嗰度，咁亦都會係咧就話提醒我會開我攝錄機，咁係啦呢一步，咁呢啲係咁樣令到其實咧就前線同事嘅反應其實。當佢有咁做嘅時候咧，其實咧成個場面咧，嗰個氣氛咧，又好熾熱咧，都係慢慢咧降溫，即係有效果嘅。咁再講就係話有埋我頭先咁啊，有埋嗰個嘅 body warm 嗰個證據嘅話咧，將來佢就查投訴嘅話咧，咁更加對於嗰個情況，嗰個同事又好，投訴人又好，究竟嗰個理據喺邊度咧？咁我相信即係委員們可能都可能都有見過一啲咁樣嘅情形。係我哋係即係已經係好似頭先喺訓練日裏面咧，都會係攞呢個行為指引咧，係去不斷去更新、去提醒同事咁樣。多謝CM委員。Thank you, Kevin。係多謝主席。非常好啊！呢個 program 首先congratulations。但係我想分享少少我自己以前做過類似呢樣嘢嘅經驗。好多時真正需要呢個 service 去幫助嘅人咧，佢一下咧就 in the period of denial，
即係佢知道可能啲嘢問題，佢就越去逃避啊，越唔去接受啊呢件事。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整個 program 嘅 promotion 要 promote 一個好正面嘅 message。其實我睇到Ingrid 好好㗎，我見到佢啲 material 全部都有啲好 colourful 嘅 material 啊，好 positive 啊，令人好舒服嘅。所以我知道呢樣係做得好，但係希望 overall 除咗我哋啲psychologist 之外咧，其實整個警隊希望 promote 呢個係一個 positive 嘅嘢，去幫到呢啲同事。例如頭先陳振英委員講嘅會幫到你唔俾人投訴喎，會幫到你 is a good thing， 即係用一個比較 positive 嘅一個方法去做 promotion。第二樣嘢咧就係嘅 difficulty 咧就係 identification， 因為好多時譬如我以前喺銀行工作咧。有啲同事佢自己有 depression， 佢唔知，佢真係唔知，佢唔係 in a period of denial。咁所以 identification 呢個好緊要嘅嘅 elements。所以而家如果既然我哋有個 app 咧，可唔可以喺個 app 度 fill in 少少 data analysis 咧？可以即係有啲 red flag 走出嚟咧，令到你哋知道呢個人 potentially 可能需要一啲 face to face 嘅services 啊，或者需要更加深入去了解佢。因為頭先Mabel 問嘅問題，咁Stephen 都答咗，即係冇乜可能短期內可以好大規模去 cover 到我哋嘅警隊咁多人。但係如果佢真係用到個 app， 用到個 app， 咁 app 裏邊有啲 prompt， 我哋去做啲 analysis， 睇到話呢個人我哋可能需要俾多啲 service， 咁呢個可能會係2.0嘅或者3.0一個方向。Thank you。Thank you。仲有冇邊一位想呢個陳先生 ？Thank you。多謝主席嚇，咁亦都覺得呢個 program 係非常好嘅，係警隊係好有需要。咁但係頭先我就有一個問題咧，其實有些少類似頭先我哋 Kevin Chan 委員所提到，就係因為呢個 program 入邊咧尤其是你有提到一個pre-post workshop 啲 analysis 啦，咁入邊用到幾個字咧係 depression、stress、anxiety， 呢幾個字其實係敏感嘅，即係如果對一個前線嘅同事啦你哋嘅同事嚟講，咁成件事會唔會佢哋會有機會覺得咧one day 係被標籤咗咧嗱，因為佢做完晒所有嘅嘢，咁你哋一定會 find out 到 ，OK 我相信都係 find out 到。咁會唔會呢件事即係頭先就係提到話呢個係一個正面但係亦都睇你哋點去處理或者 handle 或者咩咧？唔希望成為一個負面嘅否則只係個度只係好大規模咁參加完咗好似冇嘢咁好似即係只係一個運動嘅一個活動或者一個 program， 咁呢個係得唔到最大嘅效果。最大效果其實真係幫到佢哋係嘛？幫到佢哋即係話有需要幫嘅人幫到，咁叫幫到啦。咁但係正咧有需要幫嘅人，如果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佢個 analysis 出咗嚟唔係咁 positive 喎，咁其實你哋內部會唔會會唔會做咗個標籤或者唔會咁做嘅咁令到佢哋更加放心去進行呢一個咁嘅 program 唔該。Thank you. Ingrid 想可以回應下。咁我哋其實做呢啲工作坊嘅時候，一啲嘅評估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同意啦，參加嘅同事會有同意。咁同埋好多時呢啲數據咧都係不記名嘅方式嘅，即係拎走咗個人資料之後咧，先再做分析。咁所以咧，同事基本上咧都係一個佢覺得安全嘅底下，佢先至會去作答佢嗰個狀況。咁我咁多年嘅經驗咧，其實可以即係願意參加工作坊嘅同事咧，都某程度上已經踏出咗第一步。即係願意咧去了解自己嘅狀況去即係做一啲嘅評估去參與個工作坊。咁所以嗰部分我哋唔太擔心。咁但係我哋都要平衡咯，即係佢個人私隱同埋即係佢我哋知道佢啲資料之後點樣運用嗰方面，我哋要作出個平衡。咁同時要有個私隱嗰個安全感咧，佢先至會願意多啲嚟參加我哋嘅活動。Thank you。嗰個我Thank you Daniel 啱先嗰個提議嘅係咪都好好嘅呢啲提議。
其中一樣咧就係咧傳統上可能覺得咧。呢個嘅 stigma， 啱先阿 Ingrid 都話啦，我唔好意思話俾人聽，我嘅心情咧唔好，或者係啲乜嘢嗰個精神上嘅問題，有啲人會咁樣諗。但係咧，如果係知而家身體健康重要，但係咧精神健康都係另一個 aspect 都好重要。呢個就係嗰個傳統嘅文化有少少唔同，但係帶出咗咧，好似一個人佢有陣時佢手腳會受傷，因公受傷。佢情緒都會受傷啊嘛，同大家如果係帶出咗話，呢個冇乜唔妥嘅，只不過咧就係以前嘅觀感咧就係覺得精神咧如果係有問題就係一個人弱啦咁，但係原來唔係㗎喎，原來整親手整親腳整親邊度都好，係一個又係因公受傷，但係呢啲咁嘅情緒問題咧係可以有幫助攞到嘅。咁呢個我覺得都好有幫助，但係需要時間，呢一種觀念嘅時間少少去嗰個改變。好似以前咁啦，重男輕女嘅時代，我哋都記得好多㗎。咁而家咧社會睇法都有少少唔同啦。當然男女永遠唔會一樣，因為 body parts 唔同啊嘛。但係咧就嗰個男女喺社會參與咧，而家基本上好平等嘅。咁大家都可以喺一種角度嗰度去調節下，我諗我相信你哋可以 promote 到嘅。多謝大家，仲有冇邊一位想攞出嚟講啊？冇咧，我哋多謝多一次嚇 Ingrid 同今日我哋同學嘅參與。咁到下一個項目啦，又係 Matters for Information， 有兩個項目嘅。呢個就係咧 CAPO 每個月嘅統計數字，投訴警察課編製每月數字係我附件第3，附件第4咧係我哋 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Checklist 係附件第4。有邊位同事同我哋介紹呢？主席。Thank you, Stephen。首先我哋睇睇需匯報投訴嘅指控嘅數字。由左到右咧，分別係2023年到2025年1月至2月嘅需匯報投訴嘅指控嘅數字。大家睇到咧，就係2025年嘅首2個月咧，投訴警察課總共接獲405項需匯報嘅投訴。較2024年接獲嘅291項係上升咗114項嘅。咁上升嘅主要嘅來源呢係同日常軍裝職務同埋交通執法所引起嘅投訴係有關啦，而刑事調查引起嘅投訴呢係相對平穩嘅。咁就軍裝職務引起嘅升幅呢，主要係由3項嘅指控帶動㗎，包括咗冇禮貌啦，未能夠正確徹底調查案件同埋未能夠給予解釋。就交通職務引起嘅升幅呢，上升嘅指控大致同軍裝職務係相若嘅。而2025年呢頭2個月所接獲嘅投訴嘅指控呢，當中有97%都係性質輕微嘅投訴。下一張呢影片呢就會列出咗呢3年嘅投訴指控嘅數字。如圖中所示呢，輕微嘅性質呢，即係頭3組嘅數字，包括咗疏忽職守、行為不當無禮貌同埋粗言穢語呢嘅指控係佔大多數。喺2023年至2025年期間呢，大概係佔95%。另外咧，性質嚴重嘅指控咧，大約係佔5%。值得一提嘅係，大家圖中所睇到嘅嚴重指控喺過去3年都係持續錄得係跌幅嘅。呢一張投影片呢，就大家會睇到顯示到呢2025年1月至2月獲監警會通過嘅指控嘅調查結果，獲通過嘅指控呢，共有462項。當中咧43%，即係深藍色嘅部分呢，係根據投訴人嘅意願以撤回投訴方式處理。另外35%，即係黃色部分呢，係因為得唔到投訴人嘅協助而無法追查。另外灰色嘅部分係透過簡便方式處理嘅性質輕微指控，亦都係佔7%。餘下落嚟嘅即係橙色、淺藍色、綠色同埋紅色嘅部分呢，係佔15%。就係經全面調查嘅指控，而當中呢係3%，即係15項呢係獲證明屬實嘅，而獲證明屬實嘅指控當中呢係冇性質嚴重嘅指控嘅。主席、各位委員，以上就係投訴警察課就投訴趨勢嘅報告。多謝各位。Thank you very much。大家有邊一位提出嚟同大家商量或者問啊？就附件3先。如果冇咧，附件4好嘛 ？Stephen 係咪你介紹啊？係主席，各位委員，刑事同埋違反幾項嘅事項一覽表呢嘅個案進度已經刊列咗喺附表嗰度，喺呢度呢，我冇進一步補充。多謝各位。Thank you。大家邊位同事就第4個附件係 Criminal and Disciplinary Checklist 有嘢提出嚟商量或者問啊？
如果冇咧，又係多謝大家。咁我哋咧別有事項咧就冇啦今日。咁啊，下次開會時間6月17日。多謝大家咁多位參與，thank you。會議完畢。